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4年的1月6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72篇第1节到第7节，第10节到14节。以赛亚书第60章第1节到第6节，以弗所书第3章第1节到12节，马太福音第2章1到12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主的荣耀。耶路撒冷的荣耀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耶路撒冷需要将来的荣耀？耶路撒冷不是大卫所建立的政治中心以及建设上帝圣殿的计划吗？为什么先知以赛亚还要向耶路撒冷说，起来起来发光，你的光已经来到。以赛亚书60章第1节到第6节，先知以赛亚的话这样说：耶路撒冷将来的荣耀，耶路撒冷啊，起来吧，像太阳发光，上主的荣光照耀着你。看啊，黑暗笼罩大地，阴暗遮蔽万民，但是上主的光要照亮你，他的荣光要照耀在你的身上，万国要接近你的光，君王要被你的曙光所吸引，举目观看你周围发生的事。你的同胞已经集合，他们要回老家来了。你的儿子要从老远的地方回来，你的儿女要像婴儿被背着回来。你看见这一切，要禁不住欣喜，你的心会兴奋跳动，从海的那边金银滚滚而来，万国的财富不断地流入你手中。从米甸以法，骆驼要成群结队而来，他们从示巴带来黄金和乳香，人民要颂赞上主的作为。因为在以赛亚先知的时代，以色列人失去了光荣，上帝的圣城耶路撒冷也失去了荣耀，城被毁，人被掳。因此深陷于大黑暗的以色列人，耶路撒冷就需要上帝特别的荣光来照耀他们。在今天的经文，以赛亚先知是在预言将来耶稣基督出生的时候，有从这里出发的东方博士带着这些礼物要来敬拜他。福音原先赐给了选民以色列人，但是以色列人拒绝了救恩就因此就在外邦被显明了。上帝的荣耀的光照给了外邦的福音后来也透过保罗传到了外邦地区的亚细亚、马其顿以及希腊。以弗所书第3章第1节到12节就记载了这一段外邦福音的历史。保罗向外邦人传福音，因此我这为你们外邦人做的基督耶稣囚徒的保罗，替你们向上帝祈求。你们一定知道，为了你们的益处，上帝赐下恩典，把一项职务托付给我。他启示我，使我知道他的奥秘。我已经简略地把这奥秘写下来，你们读了就会知道我们对基督的奥秘所领受的是什么。以往上帝没有向任何人显示这奥秘，现在他借着圣灵向他的圣使徒和先知启示了。这奥秘的内容是这样：
借着福音，外邦人得以跟犹太人同享上帝的福泽。他们是同一身体的肢体，并且分享上帝借着在基督耶稣里实现的应许。由于上帝特别的恩赐，我做了这福音的仆人。这是按照他的大能运作赐给我的。虽然我是所有信徒最微不足道的，竟蒙上帝赐给我这特权，得以把基督那无限丰富的福音传给了外邦人，使全人类知道上帝怎样实行他奥秘的计划。以往的世代，万物的创造主上帝把这奥秘隐藏起来，目的是要在现今的时代，借着教会，使在天界执政的、掌权的都能够知道上帝各样的智慧。上帝这样做是根据他永恒的旨意，这旨意已经在我们主基督耶稣身上实现了。借着基督信靠他，我们得以坦然无惧来到上帝的面前。所以我请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受苦而灰心，倒要以此为荣。今天是一年一度的主显节。主显节就是圣经记载耶稣基督的降生故事，透过了启明星向外邦的东方术士来显明，并且带领他们进入伯利恒来朝拜耶稣基督的日子。主显节是基督宗教会纪念上帝将救恩、将福音传给了外邦。马太福音第2章第1节到12节记载了这一段的故事。圣经记载说，东方的访客，其实这个就是在应验以赛亚先知书所说的这一段预言。希律王做王的时候，耶稣诞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星象学家从东方到耶路撒冷，他们问，那出生在做犹大人的王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了他的星，特地来朝拜他。希律王听了这话，着急不安，整个耶路撒冷的人也同样不安。希律就召集了所有的祭司长和民间的经学教师，问他们，基督该诞生的地方是什么地方？他们回答，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先知曾这样写道，犹大地区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邑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有一位领袖要从你那里出来，他要牧养我的子民以色列。于是希律暗地里召见从东方来的星象家，向他们查问那颗星出现的准确日子，然后吩咐他们前往伯利恒，说，你们去仔细的寻找那小孩子，找着了就来向我报告，我也好去拜他。听了这话，他们就走了。这时候他们在东方看见的那颗星又出现，并且在前头引导他们，一直来到小孩子的地方，在上面才停住。他们看见那颗星，真是欢喜快乐。他们进了屋子，看见小孩子和他的母亲玛利亚，就俯伏在这孩子，朝拜他，然后打开宝盒，拿出黄金、乳香、没药等礼物来献给他。在梦中，上帝指示他们不要回去见希律，于是他们就从另外一条路回自己的家乡去。上帝透过许多的方法，让人听到他的福音，领受他的救恩。
透过天使、天君来传福音给牧羊人，也透过保罗传福音到了外邦，比如说亚细亚等地，透过亚伯拉罕使万民都得福，更透过摩西带领让外族人也能够得蒙救赎。更特别的是将新生王的福音透过启明星的启示，并带领外邦人领受了救恩。这是主显节的意义。诗篇72篇第1节到第7节，为君王祷告，上主啊，求你把公正教导君王，求你赐给王子你的公义，这样他就会以正义治理你的子民，以公道对待被压迫的穷苦人。愿全国享受太平，愿全民共尝正义，愿君王以公平维护穷苦人，愿他救赎贫乏无助的人，并打击欺压他们的人。只要太阳照射，月亮发光，愿你的子民永远敬拜你。愿君王像雨下在草原上，像甘霖滋润大地。愿他在位的日子正义伸张，在有月亮的岁月国泰民安。第10节到14节，他施和群岛的君王要向他贡献礼物，示巴和巴西的王也要带来贡物。诸王要在他面前下拜，万国要服侍他。他救援向他呼求的穷人，他帮助贫苦无助的人，他怜悯软弱贫寒的人，他拯救穷苦的人的生命，他救他们脱离压迫和强暴，他看他们的生命为宝贵。感谢上帝为将救恩赐给了以色列人，也赐给了全人类，包括我们。求主也使用我们成为福音的使者，将永生救恩的福音与人分享，使人蒙福得救，使主的名得荣耀。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